新北市的交通局去年底开始，将对无青红灯、合接出车祸的路口设办连接 AI 系统的 LED 扛棒。扛棒会提醒伫主要干道的驾驶是否违规来车。去年试办到搭，发现有一半的驾驶看到扛棒会先打灯来放慢速度。 民众赛车伫咧车路顶，若是看无巷仔底到底有车要出来无，是真危险。新北市交通局即摆利用 AI 系统串联这种 LED 看板，若是知道有车要出来，伊就会提醒干道的驾驶就爱设置。汽机车要为巷仔出来，看板就会倒，互干道的驾驶注意。新北市伫芦洲、邦桥、永和、新店各共10个无青红灯的路口，设置这款有影像辨识功能的警示系统。 提醒干道驾驶经过路口的时，驶较慢嘞。有的路口伊路较矮，伊无人行道，无空间可以设置迄青红灯，所以即摆就是利用这，我们就加强它一个警示的效果。新北市交通局讲，这目前是试办计划，为去年到今发现有50%的驾驶经过路口，看到警示会放慢速度，目前看起来时速平均慢6公里。尾手会继续观察效果，决定敢要增加设置。 有民众感觉这真有效，不过也有民众烦恼，会阻挡到驾驶的视线。就会看到这边亮起来，然后对于就路口安全，我觉得比较友善啦。赛车要注意的物件已经足多啊，我看这我感觉较困难。就是我这样骑过去的话，会不会这个牌子反而会挡到我看这里的视野吗？另外，新北市交通局讲，虽然即马经过系统的警告，民众会放慢速度。 但是烦恼未来民众若看惯势效果会变歹，所以因也会考虑甲看板换所在放，增加民众注意到看板的机会。记者郭正俊由新北报道。